甘蔗呢？甘蔗第三台，他怎么搞？你几台车啊？要不然你坐那边丢。对，这边的先拿上去。你坐过去，那边丢了。好不好？再往前开。哦，那再往前开一点点。现在太低了，他那边要进去。这个进去。不是的，阿花棚呢？花棚进不去吧？我可以啊，我再进去。不是，可以进去。你先把上开。花棚是不是他？你靠第一个去好，第一个。好，知道。花棚要从另外一边嘛。车子要可能往前开一点吗？往前开一点，我的门没办法开。车子往前一点，他没办法开。还有花筒还进去，花筒还在这里面。不会啦，伊那个进去的啦，伊家门袂给开啦。你们两个等下会先分好，会先给去吧。你去的你都进去了。你小孩啊？那是在楼上。在楼上吗？在楼上吧，他们有下来。